情地挺好你，我心偏偏爱你只是，为我来主和我看起，只想的心。这首诗歌咱真特别吼，第一则咱看到是开我目睭，吼，所以咱伫开始礼拜正前咱。困求上帝，咱开咱的目睭。咱第二项要做的代志，什么代志？咱来读第二节，来请。开我耳孔，互我听去，你所传播福音真理，真理的声若入我耳内，逐项虚假，搁话搁来。当我恬静咧听候你，我心偏偏爱你指示，开我耳孔，互我听去。至圣的神，所以第一是开目睭嘛，对无？第二咧开耳孔，啊，第三咱又看卖是开啥物？啊，毋是，是开咱的喙哦。来，咱来第三再来请，开我喙唇，互我意爱，传播真理到达所在。开我的心，互我为陪伴，用主听读分享世间。当我恬静地听候你，我心偏偏爱你指示，开我喙唇，互我保养至圣的神。吼，所以咱头拄仔已经唱过开我目睭啊，咱来对开我耳孔来继续唱，来请。开我耳孔，互我听去，你所传播福音真理。声若离我耳内，项虚假话过来。当我恬静地听候你，我心偏偏爱你只是，开我耳孔，互我听去，至圣的神。三散开我喙唇，开我喙唇，互我意爱，传播真理到达所在。开我的心，互我为陪伴，用主听人分享世间。当我恬静地听候你。我心偏偏爱你只是，开我喙唇，互我保养至圣的心。好，所以咱伫开始礼拜正前，咱会做两项代志嘛。第一就是开阮的目睭，哦，第二就是开阮的耳孔。啊，做完礼拜了后咧，我想才有甲咱一个提醒。就是爱开阮的喙唇，吼，用来保养咱伫礼拜咱所有所行动，也行出主的教示，吼。所以这嘛是教育组一个今年的一个事工，我是负责教育组的长老，吼。所以我想即年的事工有一项真重要的著法，就是要锻炼大家会当来做见证。会当来开咱的喙唇，吼，来见证咱所得到主的听头，以及咱所得到的一寡迄个灵修的感想。所以咱看周报内底有一个我的一个段文，吼，所以嘛鼓励大家，若是你有啥物感动，无一定是只爱真重要真伟大的代志，是日常的点滴，你若有啥物感动，也是读经有啥物款的想法，也是有啥物款的迄个启示。欢迎咱大家会当将这想法，甲伊化作是文字，会当来分享互大家。吼，咱是若是有大家若是有啥物感动，会当来摕即个你的文章互我，还有咱刊登伫即个周报的顶悬。好，咱来第三节，咱搁唱一遍，开我喙唇，来请。开我喙唇，互我意爱。传播真理到达所在，开我的心，互我为陪伴，用主
等候我无用，一心的心。好，咱唱第二首的圣诗，圣诗第570首，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。来，请金大姐。这首歌我想咱应该拢真熟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，搁做关台保护所在，扶持我，世上危险哪阵风雨，慈悲圣手若是辅助，点你是会安稳照顾因保护。这首歌咱拢真熟，互咱最近看电视，我有真深的感触。我行伫迄个路上，吼，嘛会拄着。你唔知影危险，吼，唔知影什么时阵会起，什么时阵咱的性命会到咱的终点。所以，但是咱做基督徒，咱唔免惊，因为上帝圣手特时辅助，点伊的实会咱安稳，伊会照顾咱，咱有这个信心来倚靠上帝。咱对一再来吟，来请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。搁最宽大保护所在，扶持我，世上危险哪阵风雨，主必伸手他是辅助，点你心内安稳照顾，仰望第2站，受世用路为最。披萨因，主上帝求你帮助我，因无你，独独有约在咱披时，存你伸手扶持保庇，求你赞化坚信快意，仰靠你的三赞。这就是亲像有含义，跨山依，听到天更清茶的诗，也记忆，伊是以后无去风迎，赐安平安为你开明，大声我落地属宁静，因无停。求主使阮平安，会伫太平，大声学落伫主面前。咱准备心开始今日礼拜。咱做礼拜进前，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，也是伫静音的所在。今仔日是总会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，奉献地仔伫座位的头前，请关心甲奉献。请安静，动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恁着阿罗上主对天顶阿罗上主，伊的众使者恁着阿罗伊，伊的众天君啊，恁着阿罗伊。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194首，194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。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示文第3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恩求叫你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，总是你会赦免人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的心神听候主。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，要仰望上主，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当心来祈祷，现在。
至尊至圣的大主宰。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主宰，你永远掌权治理，你无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你全能、奇妙、慈爱，永远受人来敬拜甲服侍。天国、天的万国，众人着听，大家进前归主免惊，地上万类同心服侍，上帝独一应该敬拜，全地服侍，尽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阮拢敬畏你。伫即个新的一年开始，阮犹原对主充满极大的愿望。阮组织伫圣殿，一齐来敬拜服侍主。纵使阮伫世上的烦恼甲忧闷，甲即个世界不公义、无疼心，犹原来阻挡阮的生活，比较无平安，甲充满怨言。恳求主怜悯阮的小性甲无知，求主赦免阮常常受到罪的诱惑。求主，互阮会当常常挖靠主的话、圣经，甲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会当因为安尼，常常读圣经、祈祷，甲上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继续跑走阮的主耶稣的真理、生命甲道路顶面，互阮每工会当充满平安喜乐，为主做光做盐。活出上主所欢喜的款式。今仔日是总会原住民曙光奉献主日，求主赐落阮台湾正教会合一的圣神，互阮正教会拢会当同一心志，来关心阮台湾原住民的生活、文化、环境，阮拢会当尽这份力，恳求主的神甲阮。今仔日下礼拜三甲伫地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无论伫现场还是伫线顶的敬拜，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吟讲。阮伫天里的爸。到你的旨意正，你对你亲像你天里，阮的日时，因那日好晚，赦免阮的过，亲像阮要赦免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申命记第8章第1到20节。我今仔日所命令你一切的诫命，恁着接受来行伊，互恁通活，人也加添济济，通入去得着上主对恁的列祖所咒诅、所应允的地。恁会着记得上主，你的上帝这40年带恁伫旷野的路，是要互恁谦卑来试验你，要知你的心内怎样享受伊的诫命啊无？伊互你谦卑，互你枵恶，因你所毋捌你的列祖也毋捌的玛纳养饲你，互你知人毋是简单挖苦饼来活。人是我靠上主嘴所讲的一切话来活。这40年，你的衫裤无破，你的脚也无碰拍，你的心着知上主你的上帝教导你，亲像人教导伊的囝一样。搁你着接受上主你的上帝的诫命，来行伊的道路，来敬畏伊，因为上主你的上帝带你入迄个水的地。迄个地有溪，有水泉，有深渊，对山谷甲山流出来，是出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的地，也出橄榄树甲蜜的地。你伫迄所在食面充足，伫遐你也无欠一项。迄所在的石头是铁，伫伊的山通掘洞。你要食到饱，就为着伊所赏赐你的水地，来侮辱上主你的上帝。你着谨慎，免得袂记得上主你的上帝，无守伊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。行了你已经食饱，已经去水的厝内徛起，你的牛羊加添，你的金银加添，你所有的拢加添。彼时你的心自高，袂记得上主你的上帝，就是带你对埃及地做奴才会嫁出来的。伊带你经过迄个大搁通行的旷野，遐有火蛇、迄拉虫、打扫无水的地。伊捌为着你，予水对天的石盘流出来。搁伫旷野，将你的列祖所毋捌的玛纳养饲你，是要互你谦卑试验你，互你到尾得到福气。惊了你心内想讲，我得到这个大的基业是对我的气力，我的手的能力。总是你着记得上主你的上帝，因为你得到大基业的气力，是伊互你，要正伊对你所列你的列祖咒詛的约。亲像今仔日的款，将来你若袂记得上主你的上帝，向别的上帝服侍伊、敬拜伊，我今仔日严严警戒恁，恁的确灭无。上主伫恁的面前所灭无遐个国，恁也要安尼灭无，因为恁毋听趁上主你的上帝。讲道。请听众会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独独遵行上帝诫命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牧师，咱中市以及各位兄弟接来总会所定的原住民奉献主日，互咱伫今日有这个机会，而且来关心到原住民事工的需要，嘛会当通过这个。纪念主日会当过来唤起着咱家己伫即件代志顶面，咱家己的使命。当咱讲到原住民的即个奉献主日的时阵，毋知咱对原住民这3字有啥物款的想法，还是有啥物款的感动无？我想每一个人讲到原住民，伊的想法绝对拢无共款。那对我来讲，原住民可能是一个真亲切，可能是我的厝边的一个民族，因为早前。我伫原住民的部落内面伫牧过，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对我来讲有一个真深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讲当因若大汉了后，
也是讲因的能力若有够了后，因就离开因家己的故乡，因就转来入来大都市来工作、来生活，甚至伫遐来读册。当因出来了后，因就真少搁转去。毋过当因出来了后咧，当因伫山顶的时阵，因拢是上帝的百姓。当因出来了后咧，即个上帝百姓的身份就慢慢来消失去。有当时伫咱的四周围，咱可能会去看到原住民的兄弟，毋过咱敢有看见因敢进入伫教会？我相信这是咱本地教会的一个真重要的使命。如果伫咱的教会内面，若会当来邀请咱附近无进入伫教会遮个原住民的兄弟，互因伫咱的教会来成立一个团契的时阵，我相信这就是咱伫即个福音主义上界大家己所看到的使命。这是咱的兄弟，嘛是咱的肢体，嘛是咱伫上帝面头前的一个责任。就像耶稣讲话，伊枵的时阵，咱互伊请，有人互伊请；伊喙等的时阵，遐边的绵羊互伊啉。今日遮出外的原住民，咱来当互伊进入伫咱的教会，互伊当伫咱的教会内面，甲伊组织起来，互因看见咱的教会，就是因伫山顶的部落的时阵，我相信这就是咱伫即个福音主义上界重要的一个使命。嘛是咱会当做会到的一个的范围。总讲嘛讲，咱今日伫遮，毋是敢若通过一个奉献，我相信更加是爱通过一个责任，或者原住民兄弟会当搁转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才是咱伫今仔日的主义上界重要的一个的看见。愿上帝纪念咱每一位兄弟，会当来去挑找咱四周围遐个即落的羊群，愿会当搁转来到咱的中间。咱作为敬拜咱的上帝，咱搁一片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总会所定的原住民奉献主义，互阮会当有一遍的机会来思考阮甲原住民的关系，以及阮伫上帝你的国度内面，阮所领受的使命。阮看见遐原住民的兄弟，当因进入遐大都市了后，因为了生活，为了工作。因迷失伫即个大环境的中间，我相信因毋是来失去因的信仰，只是因无办法找到因会当定根的所在。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，会当伫主你的手中得到主你圣神的感动，会当愿意去超找遮个迷失的羊群，会当转来到你的调内，含阮诚做伙伫你面头前来领受主你的恩赐。特别甲求主你来固守。当阮安尼来为主你做工的时阵，求主你也赐福阮的教会，会当伫你的手中，成做一间阳光的教会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，犹原交托伫主你手中，求主你犹原开阮的心，会当来领受主你至圣的旨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上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可以帮我回到第1章吗？我这个不太会按。今日我想，我要含用到用这个经文含咱兄弟来分享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多多尊叹上帝的使命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拢希望讲家己当一个稳定的日子，嘛讲咱伫未来的生活内面会当真顺遂、真平安。毋过，咱嘛真清楚，伫咱的理性内面会当真理解，就是讲，咱所期待的，无一定会照着咱的想法来去安尼来发展。定咱期待平安，毋过咧，却有真大的变动。咱希望会当平静安稳，毋过咧，却有真大的挑战的出现。所以咱看见讲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会看见讲，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会看见真侪时阵会去到拄到真侪的变化。毋过咧，上帝同意这个变化会出现伫咱的身上，的确有上帝特别的旨意伫的。因为当这个变化、这个考验来到咱身上的时阵，伊有当时是要来考验咱迄个当时的迄个面对的态度。
因为你常常是面对的态度所代表的是过去一直到今的你，因为你的一生是安尼行过来，所以你迄个时阵你面对的态度，就表示这是规个过去的你，才造成你即马会所采取的行为。毋过咧了后咧，另外一个考验的一个上帝的意思咧，就是个要通过咱安怎样去选择未来的方向，你嘛要决定讲未来你要行的一个迄路。咱相信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上帝要通过这个考验，毋是要看咱啊，要看咱啊，要互咱歹看，反倒是要通过这个考验，要互咱愈来愈下离上帝的旨意。上帝要通过这个考验，嘛是要互咱搁重新来去建立咱甲伊的关系，嘛要互咱知影讲伊会安怎样来引带咱。毋过咧，当即个变化要出现进前，其实上帝早就已经将要安怎样去面对的迄个原则已经甲咱讲，互咱会当先去起做一个合宜的态度去面对上帝的引带。就像讲今日，咱可能会感觉讲，即马。就像讲，即马咱伫即马即个大环境内面，咱可能看去国际的情形，互咱真看落。啊，毋过咧，伫咱台湾内部的一个环境，悠然，互咱感觉讲会当真平安、真稳定来去生活。即种的日子，咱会感觉讲是真好。啊，毋过咧，咱嘛要去思考，伫即种平静安稳的日子中间，是毋是悠然嘛有另外一种的一个试探甲考验伫咱面前伫等候咱。从今仔日。咱就是要通过含即个以色列百姓徛伫约旦河东，安尼做伙来思考约摩西所讲的即段话。今日咱所读的即个《申命记》，是即个摩西伊伫即个约旦河东遮对遮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。伫即篇伫规个《申命记》内面，伊大概有4篇的讲道。当然，伊上个落尾是一个即篇的规个结语。所以咱看起讲，伫即个咱今所读的经文，其实就是伊即第2篇的讲道内面的一个真重要的即个的段落。咱看起讲，伫即个第2篇的内面，摩西一直强调就是讲十诫的重要性。十诫对上帝对即个西奈山将十诫赏赐互遮以色列百姓了后，对因安尼一路上离开西奈山，一直到即个约旦河东40年的日子内面，摩西一直咧强调着十诫的重要性。伊嘛一直咧来教示百姓爱安怎样去遵守上帝诫命以及伊的律法、甲伊的律例。这个过程对摩西来讲，毋但是伊感觉真重要，伊嘛感觉讲这是对百姓一个真重要的祝福。摩西这个时阵，伊已经准备要离开这个世间，伊知影讲伊家己无办法和百姓做伙进入这个迦南地，所以伊伫遮，佮一直讲这个话的时阵，伊毋是咧讲伊家己的一个感受，伊反倒当是咧讲伊家己的一个期待。伊期待这个百姓当恁进入迦南地了后，犹原爱遵守上帝的诫命甲律法，因为恁伫遐犹原会拄着无共的试验、会考验甲挑战。摩西伫即个最后的时阵，伫伊人生最后的时阵，犹原佮安尼再三来叮咛，因为伊真清楚知影，这个百姓当因入去迦南地了后，因所面对的考验，和进前迄40年是完全无共。头前的进前的40年，因要面对是讲，阮要安怎样伫欠缺中间来倚靠上帝，得到阮所要爱稳定。毋过当因进入迦南地了后咧，因反倒拢是爱伫迄个上帝丰盛稳定的内面，安怎样去避免迄个稳定中间的试探甲引诱。所以伫即个旷野，即个迦南地虽然一个是艰苦的日子，就是平安顺遂的日子，毋过咧，拢共款无共的一个考验要临到伫因的身上。总摩西伫遮一直要甲因提醒，当恁食有通好食，有通好穿，有通好大了后，恁要安怎样去面对迄个啥物拢有的迄个引诱，迄才是恁以后上界重要的一个的功课伫个。所以摩西伫遮，伊伫遮。是安尼会先清楚知影讲，因会面对着，因会拄着这个代志。当然，摩西伊可能是对上帝所得到启示，毋过咧，对一个120岁的人来讲，伊啥物代志拢看济啊。所以伊嘛真清楚知影讲，人若无的时阵会拄着啥物款的考验，人若有的时阵，佫会拄着啥物款的试探，伊拢真清楚。所以摩西伫遮，伊真要甲这百姓讲，当你入去了，
恁可能拄开始会真欢喜入去，毋过带久了后咧，带久了，可能恁会感觉讲，这是阮家己能力后，阮才得到。所以摩西伫今仔节目一开始，就把这百姓提醒，爱遵守上帝命令，才会当互恁久长徛起伫迄个迦南地。有当时咱想看觅，有当时咱想讲，咱其实含这以色列百姓嘛共款啊。当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会真啊谨慎来倚靠上帝。啊，毋过咧，当啥物拢有的时阵咧，可能就渐渐来离开上帝，甚至就袂记你上帝。所以摩西一直一再伫提醒讲，爱遵守上帝的命令。当摩西安尼来甲提醒以色列百姓，咱今个伫几落千年了后，咱阁来看见即段这话时阵，其实伊毋是要爱咱去研究伊内面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或者神学的意义，也是讲这历史的背景。其实伫遮，咱是要学习讲这话，咱是毋是嘛是会当将伊刻掉伫咱心内面，嘛照安尼去行，咱就会当像以色列百姓安尼，会当永远徛起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。讲其他日，咱伫遮看见摩西一真着一开始又分做三个方向，要爱提醒这以色列百姓。第一就是讲，恁若要伫遐会当平安、平静安稳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第一就是讲啊。恁爱纪念过去上帝对恁的带领。咱看见讲伫遮咧，咱看见伫遮，伫即个项，摩西伫即个头拄咱第一在遮就讲啊，摩西将上帝律法以及上帝的应允，迄个关系该连接起来，该记接起来。咱看见讲摩西伫遮提醒百姓讲，恁爱纪念上帝，毋通袂记你上帝对恁的带领。有当时，咱来想看觅，袂记哩即件代志到底好也歹。如果咱来当袂记哩无好的代志，对咱来讲是好。毋过若袂记哩重要的代志咧，就会造成真大的困扰。咱若讲离开咧，若当离开无好的人，离开无好的代志，对咱来讲是一个祝福。啊，毋过若离开着迄个祝福的源头咧，反倒会造成真大的危险。从以色列百姓，因若袂记哩带因离开埃及的上帝，对因来讲，就是真大的一个灾厄。所以摩西伫遮要甲以色列百姓讲的，就是讲，恁即摆即个第二代以色列百姓，恁已经徛伫约旦河东，恁是倚靠上帝话，遵守上帝话，才能行到遮。啊，若安尼咧，当恁回想过去的日子的时阵，恁应该要知影。上帝对以前到今拢是咱的拯救。伫旷野日子，因啥物拢无，伊嘛伫遐得罪上帝，伫遐埋怨上帝。毋过上帝是定定赦免因的罪。即马因看到，因回想着过去艰苦的日子，看到一水之隔的即个迦南地，因上界期待就是会当紧入去过去的舒服的日子。毋过咧。摩西无讲叫因，摩西无叫因爱紧过去，反倒转叫因爱先去想上帝的话。今真侪时阵，咱拢想讲，我要安怎样准备来去过一个真好的生活。毋过摩西伫遮竟然甲因讲，恁先莫去准备遐个，反倒转爱先去将上帝话刻掉伫恁的心内面，迄才是上界重要的一个祝福伊。所以摩西伫遮除了叫因回顾过去以外，嘛要甲因提醒讲，其实。因对西奈山出来离开了后，因其实1个月以来就会当进入迦南地。毋过因竟然1个月时间竟然行40年。迄40年对第一代以色列百姓来讲，是一个好错的日子，是一个幸福的过程。毋过对第二代百姓来讲，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引带教育的一个过程。咁。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来到遮个时阵，伊要甲因讲的，就是讲啊，今仔日上帝要通过遮个过去的考验，是重点，是要改变咱人的生命。因伫埃及做法老王的奴仆，如果上帝若无通过这40年的即个时间来去老练第二代的这以色列百姓，可能因犹原将迄个做奴仆的迄个观念、迄个概念、迄个心情，犹原放伫因的内面。因可能想讲，阮入去可能就嘛是做迦南人的奴仆。
如果上帝若无通过这个40年，当然40年对第一代来讲是一个刑罚，毋过对第二代来讲咧，是一个改变的一个时间。总平平是同一件代志，毋过对无共的人来讲，伊是带着无共的意义伫的。讲对即个第二代以色列人来讲，迄是改变因生命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过程。因若无通过这40年，因的迄个心灵的生命无办法调整过来。所以讲，罗马书捌讲过，罗马书伫遮讲过讲你所领受的，毋是做奴仆的心，是最惊异的心。上帝要将因做奴仆的心，改变成做一个最惊异的心。而且咧，这40年时间会过去40年时间，嘛是要会考验，嘛是要来，而且要来显出讲，这第二代以色列百姓，恁家己迄个上界内面稳密的迄个心思意念。当人拄着考验的时阵，是上界清楚会当去看出一个人，你的信仰到底怎样的时阵。当咱伫病院身体病痛的时阵，你听一天两天，你会倚靠上帝，祈祷、学祷、吟诗，一个月两个月咧，一年两年咧。可能都一遍，我去看一个长辈，伊甲我讲牧师，你甲我祈祷，我讲好，我甲你。你爱我安怎样为你祈祷？伊讲，牧师你甲上帝祈祷，互我紧过，紧去医院。如果若是你要安怎样回应这个回应这个要求，回应这个期待，祈祷互我紧死，你免安祈祷会落？你只有手甲牵咧，陪伫读圣经，伊还没做吟诗，陪伫做祈祷，求上帝安慰伊。总真的时阵，迄个考验临到的时阵，咱是要显出咱人内面的迄个上界深沉的迄个信仰本质的时刻去的。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因是1年，毋是2年，因是40年。上帝要通过这个过程，要显出咱家己真实的迄个生命，就是讲祈祷1遍、2遍、3遍，拢无得到的时阵。你会安怎样去面对你的祈祷？你会安怎样面对你的信仰？迄拢是一个考验。咱通过考验，伊是要互咱真实去面对咱家己的生命。过来就是摩西直接要对第二代以色列百姓讲通过去的考验，嘛是要互因来明白上帝的真理伫的。摩西伫即个第3节遐甲因讲。讲人活咧，毋是干那倚靠食物，是倚靠上帝嘴所讲一尽的话。摩西伫遮当然毋是你讲一个冷笑话，你讲你拢免食物件，只要祈祷吟诗就会活会落。当然毋是安尼，毋是即个意思。摩西要讲的，就是讲今仔日咱所需要一切，是要倚靠上帝嘴所讲的一切的赏赐的话。嘴所讲一切稳定的话，通过上帝稳定的话，咱才有办法得到上帝一尽的帮助甲快乐。就像讲耶稣所行迄个5块饼2尾鱼的神者，若毋是因为耶稣的祝福，毋是因为耶稣的祝福，5块饼2尾鱼，犹原是5块饼2尾鱼，犹原是一个囡仔才食会饱的物件。毋过因为通过耶稣的话，5块饼2尾鱼会当5000人食饱。讲今仔日。摩西是要甲遮以色列百姓讲，过去的日子，考验的日子，毋是要互恁感觉讲，哇，已经解脱啦，会当入去享受，毋是。过去的日子，反正当是要建立恁会当进入去，领受上帝稳定的一个真重要的迄个基础伫的。如果恁若袂记你过去上帝带领，若安尼恁入去，只是会早早灭亡了尔。如果恁会当会记哩，恁会当果断享受伫遐的祝福。所以摩西伫遮要通过这对以色列百姓的提醒，其实嘛是要来唤起咱家己伫咱一生中间，咱要安怎样面对这个上帝互咱的考验？迄其实对咱来讲，就是一个功课，嘛是一个对未来一个祝福的基础。咱若无过去的这个考验，咱会迷失伫迄个稳定的祝福内。咱看见接续摩西甲这个甲这以色列第二代以色列百姓讲。恁拄仔来既然就是过去上帝对恁的即个考验即个
考验以外，恁毋爱啊来准备来承接未来上帝要互恁的应允。咱看见伫即段圣经，伫即段经文内面，咱看见摩西伫遮甲因讲，今仔日恁要进入迦南地，毋过咧，恁爱用通过信心去领受上帝要互恁的应允。有当时咱会想讲信心，有当时是懵懵渺渺，信心嘛是敢若在人讲的。毋过咧，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咱定定爱真清楚，爱真确定讲，咱的信仰，毋是一个靠感觉去描写一个信仰，咱的信仰是一个靠理性去建立的一个信仰。当摩西讲你我过，当咱定定你讲，当你对你未来无办法去把握的时阵，咱拢讲啊，你要靠信心去挖过上帝来引带你的路。咱拢讲爱挖过信心来挖过上帝引带来行未来的路。毋过咱想安尼，即句话若是对的时阵，如果有人甲你问，你的信心伫倒落？你要安怎回答？我感觉我有信心，你讲袂过啊。逐个人感觉无共啊。即时你的感觉是安尼，连讲拄着挑战时，你的感觉佫无共啊。讲信心是一个啊，毋是靠感觉的，信心是爱靠有一个标准，会做依据。伫圣经内有一句话，诗篇有一句话讲啥？讲你的话是我骹前的顶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今日就是讲，我如果有甲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心内面，佮将上帝的话行伫我的生活中间的时阵，你就会当讲我有信心。你行偌济，你的信心就偌大。咱袂当讲，我就无将上帝的话听入去，嘛无将上帝的话行出来。你讲我有信心，对，你会当讲有，你会当讲你有，毋过当你拄着时阵，你就知影有啊无。讲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头前，迄个信心，毋是靠咱家己去判断，只靠着咱家己将上帝的话行出偌济上帝的话，咱的信心就偌大会坚定。当以色列百姓因面对着未来无确定的日子的时阵，因当然已经得到上帝应允啦。因为上帝早就应允讲，应允亚伯拉罕讲将即个土地留你留卖地，要互伊的子孙啊。这个时阵就是因要承受亚伯拉罕应允的一个迄代会许的啊。当然，因即马即个时阵爱面对的，迄个未来无确定。毋是讲未来无确定，上帝要赐福因，也无要赐福因，毋是。因所要面对未来无确定性，是讲因爱面对未来无确定，讲伊家己是毋是会遵守上帝的律法？毋是上帝无确定，是因家己无确定。种未来无确定性，毋是上帝无确定，是咱家己无确定。咱无确定家己有办法去遵守上帝的话无？讲伫遮。摩西要提醒以色列百姓，就是讲，当咱若无确定，也是无办法遵守上帝的话，咱就会伫稳定中间来迷失，甚至会失落家己。咱看见讲摩西伫遮，伊甲遮以色列百姓来讲，着过去，讲啊过去啊，讲到过去，上摩西伊所讲话内面，伊其实啊讲一段话，咱去看圣经的第7章到第9章样。咱看见摩西咧描写伫迦南地的遮的即个丰盛的出产的时阵，其实摩西伫遐讲描写迄段话，其实是咧回应遮以色列百姓因早前伫民数记遐对上帝所埋怨的话。因早前拄啊出来时阵，伫遐拄着艰难，就讲因要转去埃及啦。因讲阮会当坐伫迄个仔边仔有肉通食，有啥物果通好食。因伫遐少年着埃及的生活，当因拄着考验的时阵，就随过去埋怨摩西。因讲我啥物拢无，啥物迄个物件拢真淡薄，无滋味。因伫遐埋怨遮个代志。所以摩西要通过遮个要甲实际，像摩西毋是画一个大饼，摩西是甲因描写迄个实际的内容。摩西是敢甲因讲迄个实际内容，当然咱会当是讲上帝启示，毋过咱无忘记40年前，
迄个12个侦探捌去探即个迦南地，早就甲迄个资料转来回报摩西。经过40年，摩西佫已经犹原佫真清楚知影，迄个所在都出产的物件。所以摩西会当伫遮真清楚、真确定，甲遮百姓讲，上帝应允恁的，早就备办伫遐。毋过咧，恁有确定无？恁有确定？上帝已经真确定放伫遐。毋过恁有确定恁家己要去得到？恁有确定恁家己会当久长来领受遐的祝福？所以摩西希望讲，遮以色列百姓，伊会当真会当有即个有即种的心志，会当去承接着未来因伫遐所领受恩典。而且咧，摩西嘛伫遮来提醒以色列百姓，讲因为着因若入去，莫讲入去啊，讲恁爱为着恁所领受上帝应允，以及恁所看到的遮恩典，恁爱伫上帝面头前来献上感谢。上帝以爱享受伊的，上帝以爱享受伊的百姓，拢当一无所愧。毋过今仔日咧，上帝毋是要爱咱安怎样报答伊，上帝真正毋是爱咱安怎样报答伊，因为咱所有的拢是伊予咱的，伊根本就无欠啥物。上帝要爱，只是爱咱诚做一个感恩的人。总伫即个提摩太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啊，保罗写即句话，讲爱凡事感谢，凡事感谢，这是上帝伫咱应咱所定的旨意。因为一个会晓感恩的人，一个会晓感恩的人，会塑造伊迄个谦卑的心智。一个人若愈谦卑，伊就愈来愈明恩。有一遍，阮逐年咱教会拢会做即个过年拢做即个春联嘛。啊，逐年即个春联，阮拢会拣迄无共的内容。今年阮就拣一个有一张的内容是较特别，伊是较无迄个圣经的一个文字，圣经的即个文字。毋过伊所写内容，就让人感觉讲，真温暖。阮就送去互阮教会边仔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管理员，结果伊就甲搭伫伊个管理室的门口遐，搭伫遐，因为迄个春联后壁佫写迄个教会名，所以等于讲是一个真大一个见证，因为迄内面就是写着感恩的话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见讲，毋但是咱家己教会人，连外面的人，伊嘛期待讲，希望讲大家拢咱互相好养，爱诚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因为一个诚感恩的人，伊会愈来愈知足；一个知足的人，伊会感觉讲伊啥物拢有啊。毋过一个若袂晓感恩的人，就算伊拥有一切，伊嘛感觉伊啥物拢无。这种提摩太前书，伊会伫遐，提摩太前书有讲过一句话，讲敬虔，佮加上知足的心，就是大大的利益。摩西毋通安尼来去邀请着以色列百姓，恁来毋通袂记你过去上帝怎样，恁搁爱对着未来上帝的祝福，爱献上因的感谢。啊，上较重要的，从今仔日的恁。毋通袂记你上帝一真会保守。咱看见摩西对遮以色列百姓不厌其烦，安尼来去劝勉因。咱会当知影讲上帝意爱祝福咱，毋过咧，咱定定嘛有真有可能会安尼就来离开。所以摩西伫遮提醒以色列百姓讲，第一个，你毋通袂记你上帝，毋通因为讲你。有通好食，有通好穿，啊！你的财产，你的产业增加，就袂记你上帝。而且所讲的袂记你，毋是讲你失志，然后退化，袂记你上帝。而且讲的迄个袂记你，是讲断绝甲上帝的关系。我主动断绝甲上帝的关系，表示讲我袂记你上帝。这种情形其实常常发生伫教会的中间。有当时，
咱伫迄个个别教会个别礼拜中间，咱定定上届，感觉讲上届，毋知要怎去面对一个情形，就是讲，即个安息的即个兄弟，伊是真敬虔的一个主内肢体，啊，毋过咧，伫个别事中间，伊的遮囝儿逝世，却无几个搁伫教会。迄才是上界大的一个互人感觉讲，毋知要怎去面对的一个情形。你讲因袂记你上帝吗？因拢知影教会伫对啊，因嘛知影因的爸母的圣经放伫对啊。搁嘛捌有一个兄弟，因过身了，伊的囡仔问我讲：啊，无说啊，即个圣经无能读啊，会当你教你啊，你看要安怎处理啊？我讲好啊。即种话，其实互人听起来了，会真足艰苦心的。毋过即种话，嘛，互听到的人是真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我敢有袂记你，我的上帝？我敢有，互我的子孙袂记你上帝？我只是将财产互伊，毋过我袂记你甲上帝互伊，直到伊袂记你上帝。所以有当时咱会看见讲，真侪时阵，有个人迄着真侪好处了后，伊无过来教会，伊会讲迄种过去的代志啊。有个人，伊伫教会，伊伫上面头前领受真大的祝福，毋过伊的囝儿逝世无来啊。伊会讲，迄是阮老爸的代志，毋是过去的代志，就是阮顶一代的代志。今仔是我家己努力来，是我的老爸理的。所以摩西伫遮要放弃着遮百姓，就是讲毋通袂记你上帝，毋通袂记你上帝的带领。咱看见讲，以色列百姓当因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因有影不时袂记你上帝，所以上帝随时就派先知来引出伊，爱回转归应上帝面头前。人若袂记你上帝，其实连伊的命令、伊的律法拢袂去遵守，迄毋是敢若袂记哩，迄已经是脱离上帝的范围。总是伫经验内面一句话讲啊，伊讲有上帝互伊虚假甲白贼话离开伊，互伊无爽享嘛无富伤过好个，免得伊啊伤过好个了，伊袂记你上帝，啊嘛无互伊啊伤过善善低到伊头摕互上帝的名来拍垃圾。我看见讲一个遮尔有智慧的人，伊所做的祈祷，伊上敬畏上帝的心，来超过伊追求遮个财产的心。这是对咱即摆现代人来讲，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的提醒。就是讲前无偌久，我嘛看到两个姊妹的对话。一个姊妹伊会真注重伊的家厝内面的即个伊生活的一个，毋是讲享受伊的厝内面的品质。所以伊说伊的厝内面的即个桌啊、椅啊啦，啊搁即个电火啥物，伊会家己去去布置，家己去设计。当然，迄个价值有较悬淡薄。啊，毋过咧，伊感觉大概就是有迄个家己住了会当会真舒服。感觉讲亲切大入，感觉讲厝就是一个休息的所在。啊，毋过咧，另外一个姊妹去遐看到了，伊就感觉讲，啊，你迄当阵开遐尔侪钱买遮物件，你若无去买金啊？当然，拢无毋对，就是讲你注重是啥物？今仔日咱注重是啥物？另外咧，摩西伫遮嘛甲遮以色列百姓讲，伫今仔日，恁毋通袂记你上帝，了后咧，恁毋通来辜负家己。
而且以色列百姓伊要入去，因为感觉讲，阮有上帝通我靠，阮有能力会当啊！你看阮约旦河东遐王啊，拢互阮战败啊，阮即摆入去了啊，嘛应该是无问题。因为感觉阮有一寡迄个优越感的。迄个时阵，咱人拢有一寡迄落较好的条件。当咱有一个较好的条件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你的心内面感觉无共，有一种无共款的感觉。这种无共款的感觉，其实好的方向来讲，是一个推动你进步的一个的困难。啊，毋过如果你从这个从这个比人较好的这种感觉，要去骗秀别人，要去向人比较，还是讲要去糟蹋别人的时阵，安尼咧，这种比人较好的条件甲感觉，就会造成家己真大的一个窒碍。因为上帝捌讲过，伊阻挡骄傲的人，要赏赐恩典互谦卑的人。所以摩西伫遮要甲以色列百姓讲，当恁进入迄个所在的时阵，千万毋通来骄傲家己。恁对人毋通迄落对人毋通自高骄傲。人的心内面当然会有即种的迄个骄傲的心，啊，毋过咧，摩西讲千万毋通。你对人毋通安尼，你对家己咧嘛袂使安尼。咱袂当对家己讲，这是我家己熬所得到。真侪人会认为讲，我即马所有的是我家己能力所得来，这是我家己努力打拼，是我家己的聪明，是我用真侪时间、甲迄个经验、甲迄个交际，安尼才得到的。啊，毋过无袂记哩，真正的能力以及你的知识、迄个机会，甚至迄个机会，嘛拢是上帝所赏赐。所以讲，传道师有一句话讲高走的无一定会先到，有力的无一定会较赢。咱看见传道师所讲真侪即个对比的话，会当互咱知影讲，所有的一切其实拢毋是掌握伫你的手，到落尾拢是掌握伫上帝的手。咱感觉是家己的手伫掌握，毋过咧，你规人是徛伫上帝的手内面。讲今日咱的问题，咱的问题，毋是讲咱去拄着啥物款的试探。人的问题是应该讲，你安怎样去回应试探的态度，迄才是上界重要。人的心内面若无上帝，伊就真容易会落入试探，就是开始来追迷的时阵。所以摩西伫遮甲以色列百姓讲，恁都要坚定恁甲上帝所立的约，毋通高估恁家己，爱遵守上帝一尽的的诫命。咁今日嘛是共款，以色列百姓甲上帝的关系，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，若是安尼时阵，今日对咱来讲嘛是共款是安尼。咁今日通过这段圣经，嘛佮重新来去思考，咱要安怎样通过遵守上帝的话，咱家己才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。因为今仔日，就是通过遵守上帝的话，行出上帝的旨意，咱才会当讲我是甲耶稣基督是，我这个树尾是结连伫耶稣基督这项葡萄树顶面。愿上帝搁一遍来纪念，互每一位安尼甲耶稣基督结连的兄弟，拢会当伫你的稳定的日子中间，会当得到上帝久长的保守，甲上帝久长的祝福。咱各位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会当伫你面头前得到主你的同在，特别伫阮的日子内面，你互阮拄到济的艰难甲挑战，是为着要老练阮的心。你嘛赏赐阮济恩典甲福分，是要阮学习，要安怎来成做一个感恩的人。阮相信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不管好也歹，你拢是一直要起诉阮，成做一个合宜的百姓。阮搁一遍将阮家己完全交伫主你的圣手，求主你伫阮每一位兄弟时手，搁一遍来做美好的业力，阮会当伫你面头前来成做你合宜的采用，嘛会当伫人面头前来应用你的圣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上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
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请，即个律法的册，毋通离开你的喙，的确着明日想伊，互你来执行伊行即个册内所记载一切话，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平坦，你也得到大亨通。约书亚记第1章8节。即个律法的册，毋通离开你的喙，的确着明日想伊，互你接手来行即个册内所记载一切话，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平坦，你也得到大亨通。约书亚记1章8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第570首，请起立。主上帝，我经过照伴，帮赞我，高最光大保所在，有赐我，世上危险那阵风雨，主必成就达时辅助，念你时的安慰照顾，应保护，小世向落有的罪过，去撒伊，主上帝求你帮赞我，因无你，拄着有益在南希时，顺利成就夫妻保庇，求你赞我坚心挂你，因可你，世主亲像云雾暗暝，我刷伊，天啊天光清早的时，也一日，彼时也无去风迎，赐愿平安活得太平，我声我落地主面前，因无天。请坐。奉献请廖桂甘执事、詹玲仪执事甲廖穗芬执事。咱做伙来唱阿门。阿门。
请起立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米，阿门，阿门。随心求领受大行福米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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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米，阿门，阿门。消息报告，请咱来看周报。周报第一点，今仔日是总会原住民曙光奉献主日，特别派丁仲辉牧师来讲道请安，多谢丁牧师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第二点，小会定伫2月23日礼拜日早起9点半，礼拜中要举行圣餐。并且召开会员互会，迄天是联合礼拜。会员名单公布伫公布栏，若有错误也是落到的，请向教会书记、早新长老也是陈牧师来接触。无法度参加互会的，请自大声来请假。会员互会手册已经印好放伫1楼，为着要节省开会的时间，请先摕倒转来去读，1号1本。下礼拜的确就爱带来。第7点，2月23礼拜早起11点到12点半，要伫1楼举行教会曙光博览会，欢迎兄弟关心甲参与。第8点，教育组曙光手抄圣经。新约、旧约拢总有5本，有意愿要参加抄写者，请伫2月底进行递补公布栏，也是向市委分长老登记，搁交钱。会友就爱家己付200块，毋是会友原则，要用原价数来买。无久消息。少年团契定2月19拜3早起10点，要举行团契聚会，邀请吴凤约老师带领大闹回春活动，请客友参加有准备中昼顿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来订正。周间聚会甲下周的圣工侍奉者，请家己来看。接续咱来公道，咱做伙出声来祈祷，为着世界、台湾还有各地的宣教师，搁为着咱建堂的事工，搁为着欠安的肢体，有住伫边的，还是住伫厝的，互咱拢为着遮个事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主阿罗主，你互阮当信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会当到伫主的圣殿，阮听主的话，你透过你有气力的话提醒阮，互阮独独爱遵守主的命令。恳求主，迄个时阵，伫阮即个混乱的世界，充满战争，搁天灾人祸，真互人艰难的时阵，恳求主保守。世界各地主所竞选的囝儿，拢会当充满信心，会当尽家己的气力，伫家己所住徛起的所在做工做盐，搁甲教会
同心合作，也恳求主保守阮的台湾，伫即个真无好的即个厝边，伫阮的隔壁，恳求主，互阮透过民主自由即款的信仰，甲特别我靠主的大权能，阮确信主是你掌权。特别阮也为着伫世界各地稳群做工的宣教师来祈祷，互因毋但家己，还佫因的家庭，嘛拢得到主你的引带。特别阮也为着伫缅甸的广福唯一，因一家口仔在遐咧传福音，恳求主保守圣神拢甲因三合伫地，互因得到真多的支持。阮会将阮教会建堂的事工，甲阮教会内部各事工组要复兴来祈祷，恳求主，互阮正兄弟姊妹拢同心一致。阮确信这是主上帝的厝，阮是要投资未来，我毋是咧看眼前。恳求主，互阮投资阮的性命、甲阮的时间、甲阮的金钱，互阮教会未来复兴，当做即个社区的祝福。阮会将阮上山教会所有身体欠安的肢体，拢恭敬交入主的手中，求主保守医治，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392首，请起立，吟诗后请听牧师来祝祷。愿上帝将以前的平安、恩典、怜悯、对至圣的保守，临到伫咱每一位兄弟以及咱的家庭的中间，对此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